初到本重建企业4年内，各有从头摆安降嘅收用，高雄市及县国手对去年起施，如结合家长来推动亲子乡下读书嘅活动。社区嘅便利商店也乡下来响应，4年内读书10点，如是的免费温度传合，透过知识的力量，及县体企业大小朋友路边啊各有新事物。 一本排睇家鄉嘅書，全部係來自800在校各地方送過來嘅。而家所以有限，喺睇附近嘅家長，係咪帶動到下4年內，向下來到學校嘅讀書，也係及全國受期盼嘅親子共同讀書嘅發通，希望透過知識嘅學習，幫重建起嘅小朋友恢復原有嘅信心。可以認識很多跟自己同好的人啊，就是很多自己不知道的事情，就是可以問。 然後很多人會給你很多的建議。書本裡面所講的什麼樣的故事，他會跟我們那個分享這個故事的那個成果這樣。透過知識的分享，親子之間的感情越來越好。人們在校的大喜壓，那啲明白讀書的高尚地位，共同潛歸來生活的重心。對，這個是這個。也表共向上的力量繼續下去。附近的便利商店嘛推出的讀書10點1點型的發通。 希望嚟見到愛讀書的小朋友向下來加入。因為當時888風災各方各界的捐書有很多，但是如何讓小孩子主動去拿書來閱讀，就是我剛開始想要怎麼給他們有一個誘因形成，那就是閱讀，然後來門市換餐點，這樣試看看。 除了社區的一些人力資源進來之後，家長的參與度也變得更高了，所以變成是說，我們全面性的親師生一起來投入這一件事。那不管是在家裡，就是說孩子他可能在家裡，那家長會變成是一個共讀。既有社區學校同家長共同嘅參與，全級全國中國小433名學生嘅，喺1年之內總共讀嘅超過4000本以上嘅書。 安尼成果，幫睇重建呢甲縣體系變得規模強樣。888風災3年後，一群愛讀書嘅大小朋友，用書本嘅知識建立起未來信心。客家新聞整份子，各位報道。